了这个2年前用手机啊费用499块食到饱的热潮，到今年的11月到期，到时阵有超过100万户的用户会陆续来换契约。所以，这个国内3大电信业者中华电信、台湾大哥大甲远传，拢过来推出着食到饱的大优待。 2当前加争议，敢要阁提出来？每一间电信门市的门卡口，虽然讲看起来即马是无遐尼侪人，但是2当前手机资费499，100万人去抢，11月就到期啊！即马电信公司嘛开始出手啊。 5G 的网速真紧，但是咱趁钱都无够紧呢。中华电信即马推出469网络1到8，但是有限速。 网内通话前5分钟免费，学生和教职人员会当使用青春无敌的方案，588网络1到8，网内通话1到8。台湾大哥大实体和网络门市即马嘛拢优惠，实体门市新办499 1到8，网内通话免费；网络门市新办499 1到8，网内通话只有前5分钟免费，但是会送你每个月499的扩大通话金。远传9月份有开下个专案，网络499 1到8，但是网内通话就无遐尼优惠啊，会送你800块的购物金。虽然讲每一间业者拢讲5G 速度真紧，但是基地台覆盖率无遐尼快，加上一个月爱个1000块左右的资费，所以你若是靠有咧用手机啊，目前用4G 较会好。